中山市政道上嘅一個項目嚇。咁呢個項目嘅地段咧就相當於香港嘅中環，亦都係中山唯一一個地鐵加埋商場上蓋嘅一個物業。咁落樓下咧就係我身後嘅食企嘅萬象匯啦，入邊衣食住行全部都可以滿足晒嘅，包括我哋嘅盒馬生鮮啦嚇，隔離就有我哋嘅假日廣場啊，屋門口就係我哋嘅永東巴士站啦，呢面咧就係我哋嘅屋苑門口啦。所以喺呢度住咧，翻香港來回就超級方便啦嚇。園林入邊啊，首先大家感受下呢個立體式嘅園林係咪非常之正啊？每一層都有一層個景嘅。咁同大家介紹下交通方面啦。咁呢度咧屋苑出發咧5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哋嘅高鐵站啦嚇。咁35分鐘咧就可以到達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啦。咁40分鐘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深圳啦嚇。同埋啱先我哋介紹咗我哋屋門口咧就有我哋嘅永東巴士站嚇。咁行路咧，我哋喺屋苑出發行路過去2分鐘就到達啦。所以喺呢度咧1個鐘多啲咧，無論你係揸車還是係坐車，都可以翻到香港。我哋想去睇下示範單位係。而家嚟到樣板間嘅位置啦，呢度咧就係豪宅嘅裝修嚇。首先入嚟門口個位置，足足送咗接近有4個方嘅入戶花園個位置。咁呢個咧就係145方南北對流嘅一個4房嘅設計嚇。咁過到嚟呢邊咧就係一個餐廳嘅位置。呢啲空間咧完全係夠晒用嘅。咁入邊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嘅位置。咁移步過去我哋睇睇，呢個廚房咧係做咗 U 字形嘅嚇。咁預留咗。呢個冰箱咧係講實話係細啲嘅，後期你可以改翻雙門冰箱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呢邊咧出到嚟就係一個細露台個位置。咁呢個廳個開間咧就非常之大啦。咁發展商咧呢度係卜咗間房嘅嚇。咁你做個廳個開間咧就非常之闊啦，足足有7米幾嘅。咁陽台出去咧呢個露台咧就係望緊我哋內園嘅嚇。咁望內園啦，包括我哋內園亦都有游泳池啦，兒童樂設施都係有嘅。睇睇啲房間係點樣嘅。咁首先見到嘅就係一間細房嘅位置嚇，呢間房咧完全都夠大嘅。咁再過翻嚟2步就係我哋嘅一個工位嘅位置。咁工位大家睇到啦，都係非常之闊㗎啦，係嘛？咁再入翻嚟呢度咧，就係另外第3間房嘅位置啦嚇。大家見到嘛，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重點就係主人房嘅位置，主人房入到嚟咧，呢個洗手間咧，佢設計得非常之好啦，就係個廁所唔會話衝住鋪床啦。咁呢邊咧就係做咗一大排嘅衣櫃嚇，包括一個大飄窗望住內園。總結翻啦，咁呢度咧地鐵加埋商場上蓋嘅一個物業，亦都係中山唯一㗎嚇。咁呢度咧樓下就有我哋嘅直通巴士，翻香港亦都非常之方便。現樓現證，即買就即住。而家單價咧只需要13800。有各位街坊對呢啲屋苑高質素嘅屋苑有興趣嘅話，WhatsApp 低能帶你實地睇樓。